為紓解客家、將軍以及北門町周邊地區交通，中央地方釋出建設客家區6號道路，這個工程總經費3億4800萬。中央透過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劃，補助2億7500萬。16號歡喜迎接通車啟用，出席通車典禮副市長趙慶輝特別感謝中央挹注經費，共同完成這段成片道路。咱國土署甲咱鬥相共的，就佔79%。咱地方政府負擔咱用地徵收2.2億，佮加上21%的工地費的負擔，所以才共同完成這段道路。這段道路也是我們學甲外環道非常重要的一個最後一段路啦，咱往東往西，甲往北，包括咱的北門，咱的這個南鯤鯓，咱要去以後嘛真方便。客家區6號道路工程特別考慮到地方農業灌溉及排水需求，並整合照明、標誌標線、排水以及立美化工程，強化道路整體功能及防災韌性，全面提升通行的品質。台南區學甲6號路是學甲北外環道路最後的1里路。那很高興今天能夠順利完工。那完工以後呢，可以有效疏解從台19線及4道17174線的一個交通擁塞的問題。那同時呢，也可以讓整個市區的通行更加的安全，更加的順暢。那我們也同時解決了排水的問題。未來這裡的集水區的水會能夠順利的流到秀昌抽水站，讓當地的水患問題獲得疏解。國土署表示，中央近年持續透過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劃，提升道路品質2.0，永續提升人行安全、下方周邊甲行車安全道路改善、甲軍營城鄉道路改善等多項計劃，累計補助台南市超過163億，持續完善交通建設，打造更加安全便利的公共通行環境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